各位網友大家好，我係鄺俊宇，今次同各位網友一齊講講香港各大最新嘅熱話消息。咁我先講講結業潮啊。咁據報今日傳嚟呢，有一間大型嘅連鎖嘅甜品店啦，或者會全線結業。咁啊，據報佢高峰時期呢，多達21間嘅限定店家，係點樣嘅情況呢？同各位一齊講講。咁啊，另必信亦都講講香港各大最新嘅熱話消息。講落去之前記得撳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嘅頻道，睇廣告越長係對鄺仔最大嘅支持啊！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事不宜遲，先睇睇呢一則最新消息。咁啊，根據《星島日報》嘅最新報道，荃灣名店沛公甜品咁啊，疑似係全線嘅門市都結業㗎。咁啊，佢開業18年啦，咁啊靠榴蓮甜品起家。咁啊，近年改變經營策略㗎。咁啊，網友都有最新嘅睇法。咁啊，內文提到啦，近年本港飲食業就結業潮不斷啦。咁啊，唔少品牌因為租金或者經營問題而相繼結業，咁啊令人不勝唏噓㗎。咁啊，當中有網友喺社交平台上邊以世界末日咁啊為題發帖文㗎。咁啊，對於沛公甜品嘅總店嘅結業表示震驚同埋不捨。嗰位嘅網民形容自己真係由細食到大㗎。咁啊，對於以後再食唔到感到非常可惜。咁啊，貼文當中係附上一張店門前拍攝嘅照片。咁啊，照片見到有一張手寫嘅告示，咁啊寫住沛公要結業啦。咁啊，做到22號就要走啦。多謝各位街坊18年以嚟嘅支持。咁啊，多謝咁樣。咁啊，正式宣告呢一間嘅老店嘅終結㗎。咁啊，沛公甜品總店喺2008年喺荃灣路德圍開業㗎。咁啊，主打當時仍然未被普及嗰個嘅榴蓮甜品。咁啊，創作出獨特嘅榴蓮千層班戟，一度成為咗鎮店之寶。咁啊，風頭一時無兩。咁喺全盛時期沛公甜品曾經喺尖沙咀、旺角、銅鑼灣等旺區都設有多間分店。咁但係其後經營策略大幅改變，改為全力開設呢啲 pop up 嘅期間限定店。咁啊，只係剩低荃灣嘅總店。咁有消息人士就話啦，總店近月生意慘淡，門可羅雀啊。咁啊，直到結業前嘅3日先至貼出告示㗎。咁啊，唔少熟客聽到呢個消息過後，咁啊特別喺最後嘅營業日係趕嚟幫襯。咁啊，對於結業感到惋惜。咁啊，荃灣總店離場啦，亦都代表住沛公甜品正式放棄全線門市喎。不過結業消息傳出過後，網上亦都湧現大量嘅負面評價。咁啊，唔少網民留言批評佢嘅產品質素今非昔比，直言咁嘅質素捱到咁多年都算係奇蹟。亦都有網友話佢嘅甜品係成浸魚膠粉味，亦都有人表示買過幾次過後都好難食。咁啊，認為結業係正常不過嘅事。咁啊，對於品牌近年轉移期間限定店嘅經營模式，咁有網友質疑嗰個成效㗎，並留言指總店都執埋，咁啊唔會靠 pop up 能夠吊到幾耐命喎。根據沛公甜品官方嘅 Facebook 顯示咁啊，品牌上個月仍然經營多達21間期間嘅限定店。不過嗰個嘅名單上面嘅限定店全部都已經喺12月初結束咗。咁啊，如今收去全線嘅門市咁啊，未知會唔會另外有限定店嘅安排。咁啊，星島頭條就呢件事問過沛公甜品，不過截稿前未有回應。以上嚟自星島日報嘅報導。咁啊，據報沛公甜品全線有機會結業㗎。咁啊，其實佢2008年開始經營曾經係荃灣名物。咁啊，鄺仔都有幫襯過。咁啊，佢嘅芒果嘅千層班戟咁啊，鄺仔都好欣賞。不過近年佢係轉咗呢一個嘅經營策略，就唔係開實體分店，而係開一啲嘅限定店。咁呢啲嘅限定店通常都係商場裏面出現㗎。咁啊，可能係啲臨時嘅鋪位。咁啊，另外有網友發現佢嘅荃灣總店咁啊要結業啦咁樣。咁啊，相關消息喺網上成為熱話。咁啊，意見都兩極㗎喎。咁啊，唔知各位網友點睇？咁啊，基本上嚟到25年嘅年尾嗰個結業潮不單止係冇改善，咁啊，甚至感覺上越嚟越犀利喎。咁啊，另外亦都講講本地消息。根據香港另一個報導，上環10億日元劫案，咁啊，匪徒30秒之內搶走咗4個篋。咁啊，警方形容呢個嘅團伙合作性高，主謀等15個人落網㗎。不過未起回贓款喎。
內文提到，上環上個禮拜四12月18號呢係發生巨額行劫案，4個嘅盜匪劫走10億日元即係約莫5000萬港紙。咁警方拘捕15人涉嫌串謀行劫，相信包括案中主謀同埋核心成員部分係有黑社會背景。其中7人6男1女就已經被起訴㗎啦。罪名係串謀行劫。警方話搶劫過程喺30秒之內完成。形容團伙合作性相當高。被捕嘅15人部分係直接參與打劫，部分人就負責睇水，亦都有人提供車輛。至於團伙係點樣得知款項係會出現在場，同埋有冇人作內應嘅呢？警方仍在調查，亦都正在追查呢10億贓款嘅下落。以上嚟自香港另一個報道。日前上環嘅10億日元劫案警方拉咗15個人㗎。另外相關嘅10億元嘅贓款仍然就未有下落。警方追查當中。成件事據報係非常之有計劃，同埋係合作性相當高估計未知道會唔會再有人被捕㗎。另外亦都講講中九龍繞道㗎。根據香港另一個報道，中九龍繞道首個工作日，往啟德切雙白線亂象屢生貨車的士都有係切雙白線㗎。內文提到，今日12月22號係中九龍幹線油麻地段通車過後第一個工作日。早上8點鐘，啟德出口一段路面暢順車流唔多。尋日通車嘅第一日，唔少車輛未熟悉新路㗎。啟德出隧道過後前往啟德及觀塘繞道車線中間嘅風琴位切雙白線，險象環生。當局今日喺有關風琴位係增設呢個嘅雪糕筒，不過仍然有唔少車輛喺臨急切線違規改線。以上嚟自香港另一個報道。今日係第一個工作日路面都算係暢順㗎。不過見到現場有唔少雙白線嘅地方，基本上啲司機都未適應結果就好多司機夾硬就切雙白線，亂象頻生㗎。估計係同一啲改道之後嘅情況係有關。另邊廂據報有唔少司機都話本來行緊一條暢順嘅路，因為呢一個嘅中九龍繞道過後就搞到兜大圈咁樣啦。好多司機都不明所以唔知各位網友點睇？據報中九龍繞道通車過後的而且確啟德到西九係快咗㗎。另外嘅情況仲要有待觀察。另外亦都講講治安消息。根據香港另一個報道，私家車逆線越太子道西，司機棄車逃走㗎。警員就話落返嚟先講啦。話內文提到啦，有一個嘅男子懷疑停牌期間駕駛㗎。為咗逃避警方追捕，先喺旺角窩打老道與太子道西逆線行車，然後棄車於創知中學外邊，再跑到400米外一條行人天橋警員追上嘅時間嗰個人就爬出欄杆，企圖跳橋㗎。警員勸喻佢就話落嚟先講啦，落嚟先講，落嚟落嚟俾個機會你咁樣。最終呢個人係束手就擒㗎。警方暫列求警協助案件，將循危險駕駛方向調查。據了解，男子因為行車期間係冇扣安全帶，同埋係用手提電話引起警員嘅注意，諗住截查。不過佢身係多宗案件，兼且正值停牌於是乎佢當時揸車逃走。網上邊有車 cam 片段影到，今日12月22號上晝9點11分，一部本田私家車被警車追截嘅場面。嗰部車喺窩打老道南行線衝出太子道西，逆線駛入另一邊嘅窩打老道繼續南行啦。警方電單車尾隨㗎，響號追捕。以上嚟自香港另一個報道，呢個男子原來就停牌之中嘅時間就駕駛，俾警員截查嘅時間驚得就係走咗去，另邊廂曾經企圖跳橋㗎，警員就勸佢落返嚟先啦，咁樣最終捉咗佢嘅案件調查當中。另外亦都講另一個消息，根據星島日報嘅報道，油麻地劏房住戶疑似租務糾紛，尼泊爾籍男子挨斬，同鄉租客被捕。內文提到，油麻地發生傷人案，禮拜日12月21號夜晚11點半，
警方接獲報警，話炮台山35號一個單位有2個男子打鬥。救援人員呢到場過後，發現其中一個57歲尼泊爾籍嘅男子左邊眼嘅眼眉同埋嘴唇呢分別有4寸同埋2寸嘅刀傷，咁啊於是將佢送往廣華醫院接受治理。咁啊警方經初步調查，咁啊以涉嫌傷人罪拘捕咗63歲尼泊爾籍嘅男子。咁啊據了解，現場單位面積約500尺，分成3間劏房，涉事嘅劏房係由受害人所擁有。咁啊事發嘅時間呢，咁啊受害人與疑兇呢懷疑因為租務問題起爭執，咁有人以一把長約30厘米嘅刀襲擊受害人㗎。咁啊另一個尼泊爾籍嘅租客見狀，於是報警。咁啊警方將案件列作傷人㗎。咁另外亦都講呢熱話，根據香港另一個報道，有個女子呢着皮草啊，不過呢個樣呢就好鬼似神雕俠侶裏邊嘅雕兄喎。咁啊有途人呢嗌佢㗎，就姑姑等緊你啊。咁呢個女子當其時嘅反應係如何嘅呢？內文就提到啦，金庸作品《神雕俠侶》啊，內容呢家傳戶曉。咁啊當中嘅巨雕雕兄嘅造型呢，經常引嚟觀眾嘅關注。咁有港男近日喺商場呢遇到一個女子㗎。咁啊，對方呢就着住呢個皮草大衣嘅外套，不過呢外套羽毛呢係披散突出，咁啊令人聯想到神雕俠侶嘅雕兄。咁啊當時甚至有途人見到佢就大叫啊，就話雕兄姑姑等緊你喎咁樣，咁引嚟呢事主嘅爆笑，網友亦都戲稱㗎，就問嗰條友串唔串㗎？咁啊叫佢雕兄呢有冇坐人㗎咁樣。以上嚟自香港另一個報道即係時裝嘅嘢真係唔識睇啊！咁據報呢個女子呢就着住皮草，不過呢件皮草呢個樣呢就有啲奇怪，咁啊似足神雕俠侶嘅雕兄，咁啊事主呢影低相㗎，咁啊據報呢現場呢係有啲街坊相當鬼馬，真係嗌佢嘅喎，就嗌佢雕兄咁樣，咁啊報道內文呢就冇提到嗰個女子呢有冇呢回應咁話喎。咁啊另外亦都講緊治安情況。根據香港另一個報道，咁啊賊黨潛入元朗村屋爆竊㗎，咁啊住戶撞破人贓並獲7個賊嚟自唔同嘅國家。內文提到，警方拉咗7個男子，咁啊佢哋涉嫌喺元朗逢吉鄉路一間嘅村屋爆竊，咁啊當場就地㗎。咁啊被捕人包括嚟自巴基斯坦、印度、埃及同埋法國嘅男子，咁啊大部分人都係持行街紙㗎。咁啊警方話今日凌晨1點21分，八鄉逢吉鄉路一間村屋單位姓胡嘅女住戶46歲報警㗎，話發現有人進入屋內爆竊。咁啊人員接報到場，喺村屋外邊接獲一架嘅私家車，當場拉咗7個男子，並於車上邊檢獲一把牛肉刀、一把錘、2支鐵枝、一隻戒指、2對耳環同埋現金港幣約110蚊，仲有人民幣約1100蚊。咁啊檢獲嘅財物價值總值2萬蚊㗎。據了解，疑犯當中4個人分別係巴基斯坦人，係19至36歲；一個係印度人，21歲；一個係埃及人，17歲；一個人係法國人，24歲。咁啊，除咗一個巴漢係有本港身份證之外，咁啊，其餘6個人全部持行街紙。以上嚟自香港另一個報道，咁啊講緊啦，7個賊嚟自唔同嘅國家，咁啊潛入元朗嘅村屋爆竊。咁啊，最終被住戶撞破人贓並獲㗎。咁啊，嚟自唔同嘅地方都比較雜亂啊。咁啊，相關嘅案件係調查當中㗎。咁另外亦都講呢熱話，根據《星島日報》嘅報導咁啊屋邨出現咗紅磡出牆式嘅晾衫大法。咁啊居民就用啲奇怪嘅方法嚟晾衫，咁啊嚇壞路人㗎。咁啊網友睇穿背後嘅慘情原因喎。今日內文提到啦，事主日前12月21號喺社交平台 Fat 上載匪夷所思嘅晾衫照片同埋短片發帖文㗎。咁啊留言就話：哇，好神奇啊！有冇人可以解釋一下佢點樣曬衫㗎？咁樣咁有網友估計現場可能係葵涌村紫葵樓啊。咁啊從帖文當中見到有住戶喺單位嘅窗外邊係以高難度嘅紅磡出牆式係曬衫。咁呢個場面令到人嘖嘖稱奇㗎。咁當中嘅住戶係將一根長杆從高層嘅睡房嘅窗戶橫向伸出嚟啊！咁啊衣物懸掛喺杆上邊，咁啊挨住樓宇外牆喺度曬衫。咁啊另外有幾件衫係直接擱在空調之下嘅窗外邊噶。咁有網友直言外邊曬衫好污糟噶，
亦都話神奇啊，咁樣洗衫法咧就好污糟，咁啊全部衫咧黐晒外牆度，咁啊同咧冇洗係冇咩分別噶。亦都有眼利嘅網民發現啦，佢個單位嘅廳窗出邊咧吉晒大把位都可以晾衫啦，咁啊做乜要咁樣喺個睡房咁高難度晾出去呢？咁樣。不過亦都有看透世情嘅網友估計啊，呢個戶主呢個舉動呢，可能係有慘情嘅原因，就話啦，會唔會係另一邊上邊咧不斷滴水，咁投訴極都冇人理啊，咁唯有出此下策啦咁樣。以上嚟自《星島日報》嘅報導，咁紅磡出牆式嘅晾衫大法，咁據報咧有人影低咗，咁放上網，意外地咧成為咗熱話。咁據報咧其實呢個單位咧明明有另一隻窗好多位啊，點解係要攞支竹咁晾出街，咁兼且咧啲衫全部黐住個大廈外牆嘅咧？咁網友估計會唔會另一邊咧樓上不斷滴水，投訴嘅都搞唔掂呢？咁唔知各位網友點睇？不妨留個言一齊傾下偈。多謝各位，尤其是願意睇晒廣告嚟支持礦仔嘅老友記啊！呢段時間繼續勤力拍片，同大家緊貼香港各大時事消息。我係礦仔，我哋下節短片繼續傾偈。